做伙读圣经，今仔日8月2日，咱即来读耶利米书第34章到第38章。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第34章，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带伊全部的军队，甲伊所统治世界的各国各族，来攻打耶路撒冷甲附近的城镇。迄时，上主对耶利米讲：“我上主以色列上帝吩咐你，就去甲犹大王西底家安尼讲：上主要甲即个城交互巴比伦王，伊会甲伊放火烧。你无法度脱离伊的手头，一定会互人掠去交互伊。你会互伊当面审问，互伊掠去巴比伦。犹大王西底家，你着注意听我的话。上主安尼甲你讲，你袂互人杀死，会平安死。你死了，人会亲像在家己的祖先以前的王烧香安尼甲你烧香，因为甲你唱哀歌，讲：哎呀，阮的王！上主安尼宣告。先知耶利米就将这个话甲伫耶路撒冷的犹大王西底家讲。迄时，巴比伦王的军队已经在攻打耶路撒冷甲犹大的城拉结甲阿西加。犹大坚固的城只有剩这两个。西底家王有甲耶路撒冷的人民立约，要甲奴隶宣布自由，逐个人偷放希伯来男女奴隶，无阁有人用同胞犹大人做奴隶。遐有参与这个约的领袖甲人民就偷放因的男女奴隶，互因得到自由，无阁用因做奴隶。遐领袖甲人民拢同意偷放男女奴隶。毋过后来因后悔，叫因所偷放的男女奴隶拢倒来，强迫因搁做奴隶。上主就吩咐耶利米对以色列人讲：上主以色列上帝安尼讲：我甲恁的祖先甲对埃及做奴隶的地带出来的时，有甲因立约，吩咐因：恁买来的希伯来同胞服侍恁6年了后，到第7年，恁逐个人着甲因偷放，互因自由离开。毋过恁的祖先拢无听，无顺趁我。最近恁有改变心意，做我看做正直的事，逐个人伫敬拜我的圣殿，伫我的面前立约，甲恁的同胞宣布自由。毋过恁煞后悔，竟然甲因偷放的男女奴隶叫倒来，强迫因搁做奴隶，亵渎我的名。所以我上主安尼讲：恁既然无要顺趁我，无甲恁做奴隶的同胞出边宣布自由，安尼，我要放恁互战乱、瘟疫、饥荒吞踏，互列国的人看到恁的造物，感觉着惊。上主安尼宣告：犹大甲耶路撒冷的领袖、官员、祭司以及所有的人民甲我立约，因将四只牛破做两边，对两边的中行过。毋过因违背这个约，无遵守约的规定，所以我要互因亲像四只牛受破开。我要甲因交互因的对敌，甲孝守因性命的人。因的身躯会成做空中飞鸟甲地上野兽的食物。我嘛要将犹大王西底家甲伊的元神交互因的对敌，甲孝守因性命的人，以及暂时彻底的巴比伦军队。我要命令巴比伦的军队搁倒来攻打这个城，甲伊攻占，放火烧。我要互犹大的城镇趴远，无人住。上主安尼宣告。第35章，约西亚的囝约雅敬做犹大王的时，上主甲耶利米讲：你去利甲族遐，
甲因带来上主圣殿的一个房间，摕酒互因啉。我就去甲哈巴西尼亚的孙亚利米的囝亚撒尼亚伊的兄弟、伊的后生，以及入甲全族的人，拢带来上主的圣殿入去，伊及代理的囝上帝重用的人哈兰遐个囝的房间。迄个房间瓦棍官员的房间，伫撒龙的囝圣殿门口的守卫马西亚房间的楼顶。我用酒甲酒壶、酒杯停甜，下伫入甲组的人头前，对因讲：“请啉。”因讲：“阮无啉酒，阮的祖先入甲的囝约拿达有甲阮交代，恁甲恁的后代永远拢毋通啉酒，毋通起厝，毋通夜种，毋通栽种葡萄，嘛毋通有葡萄园，着一世人住伫埔边，恁才会当伫寄居的地当岁收。阮祖先入甲的囝约拿达交代阮的话，阮拢有遵守。阮甲阮的某囝一世人拢无啉酒，无起厝住，无葡萄园，无土地，无种植，干焦住伫埔边，拢照阮的祖先约拿达的命令。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打即块土地的时，阮讲：行，咱来去耶路撒冷，闪避巴比伦甲叙利亚的军队，安尼，阮才来住踮耶路撒冷。上主吩咐亚利米去甲犹大人甲耶路撒冷的居民讲：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恁无要听我的教示，毋顺坦我的话是无？利甲的囝约拿达交代伊的后代毋通啉酒，因就拢遵守一直到今仔日。毋过我不断甲恁警戒，恁拢毋听从。我一遍搁一遍差派我的仆人先知去恁遐，甲恁讲：恁逐个人着回头，离开邪恶的道路，改正恁的行为，无可去缀别个神明，何塞因，安尼，恁就会当住伫我赐予恁甲恁的祖先的土地。毋过恁拢无要听，无要遵守。利甲的囝约拿达的后代会当遵守因的祖先予因的命令，毋过恁这人民拢无要听从我，所以我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上帝安尼讲：我要将我所讲一切的灾祸降予犹大人甲耶路撒冷所有的居民，因为我甲恁教示，恁无要听；甲恁叫，恁无要应。后来亚利米对利甲族讲：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恁有听从恁的祖先约拿达交代恁的话，遵守伊所有的命令，照伊甲恁吩咐的去做。所以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宣布：利甲的囝约拿达永远有人伫我的面前侍奉我。第36章，约西亚的囝约雅敬统治犹大第4年，上主对亚利米讲：你摕一卷册来，从约西亚做王的时到今仔日，我对你讲所有有关以色列甲犹大以及列国的话，拢记录起来。犹大家就听着我要降灾祸予因，因逐个人有可能会悔改，无搁行邪恶的路，安尼我就会赦免因的罪孽甲罪恶。亚利米叫尼利亚的囝巴约来，将上主对伊所讲一切的话甲巴约讲。巴约就将这话拢记载伫册卷。亚利米吩咐巴约讲：我互人禁止，袂用得入去上主的圣殿，所以你着伫禁止的日入去上主的殿，将我甲你讲，你写伫册卷上主的话，读互人民甲
对逐个城镇内的犹太人听。因有可能为伫上主的面前祈祷悔改，逐个人无过行邪恶的路，因为上主有讲，伊对即个民族发的生气非常猛烈。尼利亚的囝巴录就照先知耶利米所吩咐一切的话，伫上主的圣殿宣读册卷所记载上主的话。约西亚的囝约雅敬做犹大王第5年9月，住伫耶路撒冷的人甲所有对犹大大城镇内耶路撒冷的人民，伫上主的面前遵守禁止。迄时，巴录伫上主圣殿的顶面埕，瓦郡圣殿新门门口，沙番的囝书记基玛尼亚的房间，宣读册卷内面耶利米的话，互所有人民听。沙番的孙基玛尼亚的囝米该亚听到册卷所记载上主的话，就去王宫入去宫殿书记的房间。迄时，真侪官员已经坐伫遐，包括书记官伊丽莎玛、西玛雅的囝地莱雅、阿格普的囝伊利拿丹、沙番的囝基玛尼亚、汉拿尼亚的囝西利加，以及其他的官员。米该亚将伊所听到巴录对所有人民宣读迄个册卷的话，拢甲因讲。因就派古时的干仔孙是利米亚的孙尼探亚的囝小弟去巴录遐，叫伊亲身甲迄卷册带来。尼利亚的囝巴录就摕册卷去因遐，因甲伊讲，请坐，请读互阮听。巴录就读互因听，因听了真惊吓，互相看来看去。因甲巴录讲，阮一定着将遮的话拢对王报告。因阁问巴录，请甲阮讲，你安怎甲遮个写起来？是耶利米亲嘴讲的，是无？巴录因讲，所有遮个话拢是伊亲嘴甲我讲的，我就用笔画写伫册卷。迄个官员甲巴录讲，你甲耶利米着去密起来，毋通互人知恁伫倒位。迄个官员将迄卷册下伫书记官伊丽莎玛的房间，然后入去王宫的埕去见王，将遮个话对王报告。王就派邮递去书记官伊丽莎玛的房间，摕迄卷册来，读互王甲徛伫王左右的人神听。迄阵是9月，王坐伫东宫，伊头前火炉的火在倒，邮递答辩读3-4栏，王就用书记的刀仔甲册卷割破，迄落火炉到规卷册拢烧了了。王甲遐个人神听到遮个话，拢无咧惊，嘛无拆离因的衫。伊利拿丹、地莱雅、基玛尼亚请求王毋通烧迄卷册，毋过王拢毋听。王颠倒命令王子亚拉别基苏列的囝谢莱雅甲阿伯帖的囝是利米亚去掠书记巴录甲先知耶利米，毋过上主甲因两个藏起来。约雅敬王将耶利米讲互巴录写落来，迄卷册烧去了后，上主对耶利米讲话，讲：你阁摕一卷册卷，将犹大王约雅敬烧去迄卷册内面的话，阁写一本。关系犹大王约雅敬，你着讲，上主安尼讲，你烧迄卷册，阁讲耶利米是安怎伫迄内面写？巴比伦王为来毁灭即块土地，消灭遮个人。
人民甲精神。所以上主针对犹大王约雅敬安尼讲：伊的子孙一定无人会当坐台北的王位，伊的尸体会互人迄伫外面，日时互日拍，暝时互霜冻。我要因为伊的囝儿甲伊的人神的罪孽，甲因刑罚，嘛要将我对因讲过的灾祸降互因甲耶路撒冷的子民，以及犹大人民。毋过因要是毋听从，亚利米就搁摕一卷册卷交互尼利亚的囝书记巴约，叫伊将互犹大王约雅敬烧去迄卷册卷的内容搁写一遍，另外搁补充真侪类似的话。第37章，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设立约西亚的囝西底家代替约雅敬的囝约拿君做犹大王。毋过西底家伊的人神甲全国人民毋听从上主通过先知耶利米讲的话。西底家王派示利米亚的囝犹甲、马西亚的囝祭司西番雅去甲先知耶利米讲，请你替阮祈求上主咱的上帝。迄时耶利米还未互人关落家，还会当伫人民的中间出出入入，佮围攻耶路撒冷的巴比伦军队忽然撤退，因为因听见法老已经派军队对埃及出发。上主对先知耶利米讲：“你甲因讲，上主以色列上帝安尼讲，恁着甲派恁来求问我的犹大王安尼讲，你看莫来，遐出来要完战你的法老军队会撤退倒去埃及，巴比伦的军队一定会过来攻打这个城，甲伊占领放火烧。上主安尼讲，恁毋通自我欺骗，想讲巴比伦人一定会离开恁，其实因袂离开，就是讲恁甲来攻打的巴比伦全军拍败，剩一寡受伤的兵仔，因嘛会对营房起来放火烧这个城。巴比伦军队为着要闪避法老的军队，撤退离开耶路撒冷，耶利米就对耶路撒冷出发去便雅悯地区，要伫亲族的中间继承伊的产业。伊去到便雅悯门的时，哈拿尼亚的孙示利米亚的囝守卫队的官长以利亚甲耶利米抓起来，讲：你要对巴比伦人投降吼？耶利米讲：你何必讲？我无要去投降巴比伦人。毋过以利亚毋听，甲伊抓起来，交互官员。遐官员拢真去耶利米，就甲伊拍，甲伊关伫宫廷书记官约拿单的厝。迄间厝已经改做监牢，因将耶利米关伫地牢过6日。西底家王派人去甲耶利米带来，伫王宫私下问伊：上主敢有甲你讲甚物？耶利米因讲：有，你为何巴比伦王抓去？佮甲西底家王讲：我有得罪你甚物？也是得罪你的人神甲遮的人民？你竟然甲我关落家？遐对你预言讲巴比伦王一定袂来攻打恁甲即块土地的先知，呾伫倒位？我的主，我的王，请你听，允准我的恳求，毋通送我搁倒去书记官约拿单的厝，若无我会死伫遐。西底家王就下令，甲耶利米拘留伫护卫队的埕，逐日对饼店加摕一份面包互伊，直到城内的面包拢食了了。
亚利米就安尼一直互人居留伫护卫队的城里。第38章，马太的囝是法天仔，巴西互尼的囝基大利，是利米亚的囝犹甲，马基亚的囝巴西互尼，听到亚利米对民众讲，上主安尼讲，所有留伫这个城内面的人，拢会因为战乱经瘟疫死。毋过出去投降巴比伦人的就为我，亲像性命搁捡着。上主搁讲，我要将这个城交予巴比伦王的军队，伊一定会攻占这个城。迄几个官员就去甲西底家王报告讲，请王甲这个人处死，因为伊甲城内剩落来的军兵甲人民讲这款话。互因的士气消沉失志，这人毋是要互人人民安全，是要互人民受灾害。王甲因讲，我甲恁讲，我甲伊交互恁，恁安怎甲伊处理，我袂甲恁反对。因就甲亚利米掠起来，用绳仔甲伊对落去王主马基亚伫护卫队的城的救水池，这个救水池无水，只有土糜。亚利米就陷入土糜内面。西底家王伫便雅悯门在处理案件时，王宫内面的太监、古实人伊白米勒听到人甲亚利米对落去救水池。就出王宫去对王报告，我的主，我的王，遐人安尼处理先知亚利米有较过分，因甲伊放落去着水池，以为訛事，因为城内已经无粮食啦。王就命令古实人伊白米勒讲，你对遮带30个人，趁先知亚利米还袂死，甲伊对着水池救出来。伊白米勒就带遐人入去王宫的仓库，摕一寡旧衫破布，用绳仔对落去着水池内面，互亚利米。伊甲亚利米讲，你用遐个旧衫破布下伫绳仔顶面，夹伫你的落下面空。亚利米就照安尼做。安尼，因就甲亚利米对石水池捡起来。亚利米继续互人漂流伫护卫队的城里。西底家王派人去甲先知亚利米带来上主圣殿第3门的入口。王对亚利米讲：“有一个问题，我要请问你，你着照实讲。”亚利米对西底家讲：“我若照实甲你讲，你一定会甲我刣死。我甲你考劝，你嘛袂听。”西底家王就私下咒詛讲：“我去创造咱性命永活的上主咒詛，我一定袂刣你，嘛袂甲你交互遐个孝顺你性命的人。”亚利米就对西底家王讲：“上主万国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你若出去投降巴比伦王的将军，你就会我，这个城嘛袂互因放火烧，你甲恁全家拢会当活落来。你若毋投降巴比伦的将军，这个城就会交伫巴比伦人的手，因为甲城放火烧，你嘛袂当脱离因的手头。”西底家王对亚利米讲：“我真惊，遐已经投降巴比伦的犹太人，惊巴比伦人甲我交互因，因会甲我彼人凌辱。”亚利米讲：“巴比伦人袂甲你交互因啦，请你着照我对你讲上主的话去做，安尼你就会平安无事，你嘛为我。你若毋去出去投降，上主已经安尼指示我。所有留伫王宫的宫女会互人掠去巴比伦王的将军遐，遐个宫女会指责你讲，你心内的朋友煽动你，你互因骗去，
因互你的骹含落落骨糜，就活转身做因走。你的嫔妃甲后生查某囝拢会互人掠去巴比伦，你嘛袂当逃脱。你要互巴比伦王掠去，这个城嘛会互人放火烧。西底家王甲亚利米讲：你袂用得互人知影咱讲话的内容，安尼你就袂死。然后官员知影我有甲你讲话，因来问你讲：你甲王讲什么？王甲你讲什么？你着照实甲阮讲，若无，阮要甲你杀死。你着甲因讲，我简单请求王毋通甲我送倒去约拿单的厝，才免我死伫遐。后来，所有官员各人来问亚利米，伊就照王的吩咐甲因答复。遐官员无搁追问，因为代志拢无写出去。安尼，亚利米继续关伫护卫队的亭里，关到耶路撒冷受攻占迄日。咱今仔日圣经节伫耶利米书第34章到第38章。